还未到吼，咱先读第一节的歌词。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灿烂的星辰，为着阮出世以来所受一切的阻碍，天父上帝，阮齐声学了称呼你尊名。这条歌的每一节的最后一句，拢是天父上帝，阮齐声学了称呼你尊名。无论今日是母亲，还是老爸，还是囝儿，甚至阿公、阿嬷、孙，伊才讲，阮就是一家人，阮是一家人，阮是一间教会，阮是基督的身体，阮是上帝囝儿，拢要做伙来学了上帝的圣名。所以咱毋是活伫家己的世界，咱是甲兄弟姊妹、爸母。去做伙经营一个家庭，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灿烂的星辰。虽然无钢琴，咱多谢乃是甲阮弹者65首，因为咱今日有这个母亲节的特别赞美，加一个礼赞的礼拜，所以咱的抒琴摆里可能加咱的老师中提琴的2位老师伫楼顶在练习，咱来唱第一节。来，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灿烂的星辰，为着对父心爱，所受一切的阻碍，天父上帝，阮齐声学了称呼你尊名。第3节来，为着你目的福气，为着信心的欢喜，使阮无关通欣赏，有声有影的温柔，天父上帝，阮齐声学了称呼你尊名。好，伊第一节是讲美丽地面灿烂星辰，为着阮出世以来所受一切的阻碍，所以咱唱这条歌，就用感恩的心，咱来到这个世间。当然有的人的老母陪伴咱的时间较短，有的人较长，总是上帝拢用伊的阻碍在眷顾。第3节为着你目耳目，搁来有声有影得温畅，因为这里伊特别要强调这个音有声有影得温畅，较无好唱来，搁唱第4节，咱来唱第4节。为着温暖的家庭，兄弟姊妹的母亲，一定地像好朋友，关心看顾温柔，天父上帝，阮齐声学了称呼你尊名。第5节，为着主一大恩惠，白白受赐万人类，信心稳定甲认真，地上生活较荣幸。天上帝，阮齐声学了称呼你尊名。好，无需要请咱即时来祈祷，咱为着咱出世所领受的父母兄弟姊妹情
上帝温情，咱为着阮出世所领受一切的恩典，咱做同心出声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你是世界主，你是阮的天父，圣神保惠师，也好亲像是阮的老母，温柔看顾。当阮行着路，人生的脚步踏毋着的时，主你用温柔的心，甲阮挽回。主啊，阮感谢你，互阮伫即个世间有老爸老母，特别老母怀孕阮、生阮、养饲阮、车养阮，对细汉到成人。主啊，今日是母亲节，感恩礼拜。主啊，互阮记得妈妈、老母对阮一生的疼痛甲栽培，也互阮来记条圣神保惠师亲像一个有智慧的老母，不断地引带阮行人生的路途。主，阮要为着阮今日有这个福气，继续伫主你的圣殿中，无论伫线顶，还是伫实体礼拜，阮的心拢要牢记你。阮的心拢要敬拜你，用心灵、用诚实来到主你的圣殿，来到主你的面前，来到主你的至圣所，让阮的心学乐，阮的灵出声来学乐主你的圣尊名。愿咱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咱来吟第二首433，这条注释就是奇妙恩典、奇妙恩典、奇异恩典的这个旋律433首，总是伊的歌词，也是在讲起着家庭起造伫基督的听，老母用上帝智慧甲听，这个家庭充满和睦。咱来唱第一节，来。困求上帝是阮属乎，保佑一家安乐，是大是小，心主基督。大家三听好无？第二节，父主主孝，一切保乐，兄弟姊妹好好。真多小资家庭，第5节，但求救主点阮中，真多爱的路。大家三条彼此好无，享受地上天国。这2首拢5节。所以你如果是提圣诗的你唔通看到第4节就唱阿门因为你下骹还有第5节第4节后壁是接阿门无唔对，但是到第5节看到红人的妈妈真好出院，感谢主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困搁做伙来敬拜搁来咱看这个时大时细，意思就是讲咱家庭有次序，时大就是长辈，咱爱尊敬爱友好。时细咧，咱就有时细本分爱家己疼惜
所以咱无论时大时小，拢会当安那时大时小，信主基督，咱就彼此顺服，彼此相挺。最后第5节还有一字打求救主。第5节点阮倒位？中央中央，毋是中央毋是中央大学的中央点中央，就点伫咱内面，点伫咱的教会，点伫咱的家庭，点伫咱的母囝的关系，互咱好好疼惜阮的母亲、爸阮的妈妈伫世间的日子，会当甲伊做伙时，甲伊尊重，甲伊友好互妈妈快乐，互生咱的母亲快乐感谢主。咱用这个诗歌来准备，也看到头前有2位中提琴的老师，今日来加入是风和弦的弦乐、弦之声，来甲咱伴奏，也伫等一个要敬善礼冠互妈妈的时阵，因会用一个母亲节的礼赞来这个伴奏。咱这时就用363首回情诗来进入咱的礼拜。姊妹平安，咱这日要来做礼拜，请咱将咱的行动电话来切出静音。我也邀请伫线顶甲咱同齐礼拜的兄弟姊妹，请恁也详时同款备办心，无论你伫倒个同心来敬拜这个有真有活的上主。来听福音的听声。
恁着学了耶和华，恁着学了耶和华的名。耶和华才会奴仆踮伫耶和华的厝，踮伫咱的上帝的厝的院内的，恁着学了伊，恁着学了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好，着唱歌学了伊的名，因为这是真妙。咱要来吟圣诗，圣诗第65首，为着美丽的地面，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灿烂的星星，为着万主喜乐，所受一切主啊，你悲伤的万世上，多了天后的尊名。为着他是的敬意，无论名义虽无比，山水花无光景，奇花天心就更明。你悲伤的万世上，多了天后的尊名。为着你望的福气，为着信心的欢喜，主愿我愿通欣赏，有声有影的温柔。你悲伤的万世上，多了天后的尊名。为着温暖的家庭，也对姊妹的温情，你定地上好朋友，关心看好温柔。你悲伤的万世上，多了天后的尊名。为着主是他恩惠，白白小所愿忍累，秉性稳定甲认真，地主生活甲英雄。你悲伤的万世上，多了天后的尊名。咱犹原徛伫咱要用上帝10条诫来告别咱的信仰。上帝的10条诫，第一诫，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第二诫，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第三诫，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第四诫，着记得安息日，守伊做圣。第五诫，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第六诫，毋通害死人。第七诫，毋通行奸淫。第八诫，毋通偷窃。第九诫，毋通做假的干证，陷害你的厝边。第10诫，毋通贪你的厝边的厝，也毋通贪你的厝边的某、奴仆、女婢、牛、以及你的厝边一切所有的。听者，咱要来交托经文第33，以赛亚书第40，圣诗的后壁边，经文第33，以赛亚书40。现在我要来刻，请咱兄弟来吟。
经文第33，恁究竟要将之罪比评上帝？恁夜目看灯面，照小目带遐个万军出来，因为伊的大权能、大气力。雅各啊，你啥事讲？我的道路稳捌伫耶和华。你兼袂知嘛？你兼袂听见嘛？伊无夜，也无神。夜神的，伊互伊能力。少年人也会夜会神，勇壮的人也会滑倒。伊要亲像鹰鸟体实飞悬，请咱额头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检采阮会用亲像甲阮的老母讲话共款，称呼你是阮的天父，因为阮知你想事阮世间人有老母会疼痛。今仔日普世在纪念老母的节日的时阵，阮也恳求你，互阮的心亲，亲像迄个推罗西顿境内迦南的妇女一般样，伊有极大的信心，甲耶稣讲：狗仔也食主人家乐的物件，是一个迦南外邦的所在的。伊的恳求就亲像老母替阮细囝的恳求一般样，求你也赏赐阮教业的信心，佫亲像伊云顶圣诗迄个作者的老母一样，为着伊的囝无眠无日的祈祷，互伊的囝对犯迷迄乌路到诚多，反悔认罪来传主的道理。阮少年阮的老母所做的，就亲像安尼。阮伫遮要恳求你，赏赐普天下老母，因平安无烦恼，因有勇壮的身躯，阁有满满的智慧，特别赏赐因有烦恼的代志的时阵，会记你交托，随讲随袂记。阮求你帮赞阮的老母有真好的朋友，特别是甲主耶稣你做好朋友。阮恳求你，互阮的老母有利益，伫伊四周围的人，伊家己也感觉心满意足。阮恳求你，当阮的老母伊面临艰难、困苦、艰苦心的事，主你的手扶持、照顾、帮赞伊。阮阁恳求你，阮的老母有教业的稳定，来跑走这个天国的路。这是阮你深深
所恳求的。由你的恩典，一世人陪伴阮的老母，互伊一生满足喜乐。这是阮卑微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免。学老圣歌队要用摇拿的手，带咱兄弟同心来学老。咱来强守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箴言
31章的第10節到15節。第二位同款伫箴言31章的26節到29節。咱兄弟若有教10字的聖經，人大語漢語本是725頁，甲726頁。箴言第31章第10節，有才德的婦人人治水會吹着啊，伊的價值大大贏過寶石，伊的丈夫的心倚靠伊，攏無欠缺財利。伊一世人的日，互丈夫有利益，無損害。伊找綿羊的毛甲幼麻，甘心用手做工。伊親像生理船對遠遠運伊的美娘來，天未光伊就起來，用食米分予家內的人，將應該做的工分派女婢。第二位是佇同款31章的26節到29節。26節，伊開喙就講知識的話，伊的舌有仁慈的教示，伊斟酌看家內的事，無食用飯。伊的囝兒起來，稱伊有福氣。伊的丈夫也學了伊，講查某囝好德行的多多，獨獨理解第一個。現在，我心虔虔來尊重，我心情在對你應講，提醒我的主。現在，我心虔虔來尊重，我心情在對你應講，提醒我的講道，咱本堂林牧師要用在德的婦人人來證道。親愛的姊妹，大家平安，大家母親節快樂。咱敢知影過去有一句話叫做“三從四德”，三從是哪三從？對，講未嫁從夫啦，老爸；嫁咧從夫就是帝翁。若是翁無去佇上帝從啥？從子。什麼時陣才從自己？所以即馬新的講三從四德，這笑話人講，從不洗衣，從不拖地，從不煮飯，就是貴夫人三從從不四德就是這叫做老婆化妝要等得用錢要捨得，老婆發脾氣要忍得生氣要哄得，就是講現代的這個男女的平權無同款。過去婦女是地位較低，就是副產品，為家裡的生產力啦。農業時代生囝，也是洗衫煮飯，也是做事的時陣都要鬥做，就是真正是長工佇厝的做長工的。三從四德，上好就是就是無用這個家女子無才的便是德，外口的代志莫去插，就是管好厝內的代志。即馬改講三從就是即係從不，四德就是丈夫愛捨得、愛忍得、愛哄得，愛等得，就是講偽裝為誠久，要肯定。
好，所以咱今日要对圣经来看一个真有意思的圣经节，就是箴言，总共31章。对第1章就是所罗门王伊的智慧的话，到最后一章，这章毋是伊写的。好，咱来看箴言31章第1节，你就发现讲，这个在地的富人人是虾米人讲的？有无咱汉语本的圣经725面，玛撒王利姆伊勒雷莫伊勒的老母对，所以伊的老母有这款的听，有这款的智慧，然后呢，伊的这个王对伊的老母领受这款的教示，所以讲找某找一个富人人，都爱参像伊的老母安尼，嘛参像这个第10节开始讲这个富人人怎样做。所以咱今日对这个要来学习，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阮温暖伫地上的亲情。阮知影一切疼恩典是对天所赏赐阮。求主你帮助阮通过今仔日的讲道，互阮知影老母的辛苦，也互阮的母亲诚做一个有智慧的妇人人，互阮囝儿会当有效。互生阮的母亲来得到快乐，愿主你赏赐阮恩典的话，愿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好，咱来看今日 PPT 第1章第一章来 PPT。找袂出来。好，这个妈妈对囡仔的表情，总是一个温柔。我最近听一个教授，伊伫教阮彩虹妈妈上课，我嘛有去上课。伊讲女性爱记得，恁有一种的温顺，甚至通称伊做特异功能，就是温柔感化的能力。女性有这种，查甫人是较是领导，较是这个管理，也是就是讲用伊的威严，用伊的这个权威来教导囡仔。母亲呢是有一种温柔感化的力量，包括丈夫。我讲对伊的丈夫，对查甫人来讲，女性有这种温柔感化的力量。所以你看，去到感觉内底，咱过去有做过这个像苏千姐先生永昌兄，伊拢伫感觉。我伫台中就无去，我伫中华梨林的时阵，捌去过感觉。迄时我感觉我伤少年，去遐学习，但是我感觉我对伫遮的人好亲像，无啥物教会师堂，敢若会当讲圣经的话，也是唱诗歌分享上帝的话，安尼尔。总是你看这受刑人伊写批，父亲节可能寄批出去无几张，但是母亲节寄批出去就足侪。常常尾因这受刑人尾感动受洗礼见证的时阵，拢是讲安那，拢会其中当然是福音对因的生命影响真大，但是伊嘛佫想到啥物，伊的老母啦，这会受这个受关假的人，做毋到代志，兼毋到路的人，伊入去内底上感觉艰苦的，就是伊老母的目屎嘛。因老母伊流目屎，伊就心肝头会伤心毋甘。伊嘛为着即个目屎底反悔家己，讲望我后一摆出去，莫阁入来。但是人想要做，但是做无好。老母的母亲的力量、疼的力量真伟大，但是若无靠信仰、福音。主要说稳定救赎，食毒的继续食毒，卖毒的继续卖毒，偷摕继续偷摕，甚至就是行唔着路继续伫遐。这个妈妈就是对囡仔有一个特别的这个疼，
哦，这是上帝福音的，因为这个囡仔拢是对老母的腹肚内底怀孕的嘛，对不？所以圣经用什么款来比评天父上帝的疼？拄则阿克丁咧讲天母上帝，上帝有老爸的形象，圣神嘛有母亲的这个疼的形象，就是用诗篇内底一句话讲：若是老母袂记你养饲伊怀抱中的细囝婴仔，但是上帝嘛袂记你啦，上帝敢会袂记你？母亲若是忘记她乳养的婴孩，上帝也不忘记你。所以家己咱做老母，都有这种感，这个囝是我生出来，怀孕9个月、10个月生出来，甲查甫人就是无共款。爸爸真正唔知影迄个怀孕的痛苦，迄个怀孕的艰苦，然后嘛无迄个生囝的经验，对无？咱遮查甫的倒一个生囝过。所以，阮最近和无孙娘在厝的一寡代志发生的时阵，我心内就讲，我就甲无孙娘讲，为什么你对囡仔，你对我较好，对囡仔对囝较温柔，对我无亲像对囡仔较温柔。结果囡仔，结果囡仔讲，因为你毋是妈妈生。阮兜5个人，阮3个拢是妈妈生，你毋是，你还去找你妈妈，就是无输妈，我就讲，甲我添一个饭，讲我添创3个囝都袂有啊，你叫恁无输妈去甲你添，去做你的妈宝，开玩笑啦，就是讲这个，就是这个意思讲妈妈对这个囝有特别的疼，特别的疼。所以咱圣经你有较细腻我读互恁听讲，在得个妇人人，什么人会当得到？伊的价值超越过，才会保障珍珠。伊的丈夫心内倚靠伊，就无欠缺利益。所以咱今日要学4个功课。第一个就是这个母亲，咱要怎样做一个受人敬重、囝儿会对心内感念然后敬重的。第一个就是讲，伊有这个疼，对囝、对丈夫、对家庭的付出。这是也是一般咱常常听到的。做到暗时上暗困，然后咧透早佫第一个起来。咱古早就知影，起来爱安那，爱兄弟，爱甚至观察开始观察入灶开始在行火开始准备一天透早开始准备早顿安尼。所以伊真辛苦为着丈夫，因为咱圣经就甲咱讲，亚当的太太叫什么名？夏娃。上帝予伊这个名就是匹配者，就是帮助者，就是予伊成做一个好助手、好看手，会当甲亚当来匹配。因为其他动物就是动物，只有人才会当感受到人一切的这个心内心情各种的体会。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有妇女有家己的温数，已经甲过去无同。咱看到这个在地的妇人人，伊无甲伊要求圣经其实咱有一块误解啦，就是讲圣经嘛是男尊女贱，拢是秘伫查甫人的后壁，百依百顺，只有管理家庭，这是有，但是毋是只有安尼，咱等下会讲到。所以咱会当成做丈夫的这个帮助者。以我的妈妈为做例就是讲阮爸爸的中文较无好，阮妈妈是中文老师，是国文老师，伫高职在教中文，所以每一摆阮爸爸在写这个文章也好，有时出册这个环保的这个作业，我就常常看到阮的妈妈就是加班，就是伊爱改学生的作文，
改了改牧师讲的作文，就是伊写的内底有错字，有语句不顺，啊是即个段落吼，应该头前即个放后壁，吼，伊就一直改，吼。所以我毋知影牧师讲摕着稿费，阮爸爸有是毋是拢一半爱互牧师嘛？吼，我毋知影，吼，阮总是吼，即个过程是我自细汉一直看到大汉，吼，因为阮爸爸有时就是伊会交翕相，但是伊无法度甲这个资料用真通顺的这个语句来表达，吼，所以慢慢就有这个文字。好，咱搁看，这个是赵牧师，吼，甲雅丽长老，吼，嘛是牧师娘，吼，因伫这礼拜得到这个母亲节的奖，吼，当然伊嘛是一个真好的母亲，吼，就是这个料理厝内，吼，一个好的帮衬者。然后呢，咱搁看到圣经讲，伊毋是只有顾家内的代志，至少门前雪无，伊搁有一个怜悯的心肠，就是讲伊会当看到别人的需要。吼，伊讲圣经讲，伊斟酌看厝内的事，分配工课，或者的女工也是厝内的人，大家有工课来做。伊毋是戆戆，逐项拢家己来。做甲死，然后咧，感觉安尼才是伟大，才是富足。伊有头脑，有智慧，然后咧，伊阁有能力，就是讲伫别人的需要顶面，安那看见家己的什么责任。伊袂讲我过好就好，我着家己好，然后咧，我着将我的这个赚起来钱，还是使起，我拢家己摕去享受，摕去啉下午茶，摕去买名牌包，袂，伊会看到别人的需要。伊有这个怜悯心，周济困苦，帮补穷乏，所以这是伊被称作有智慧、称作敬畏上帝的原因之一，就是伊肯安尼去付出，去听人。所以你看圣经表扬这位有才能的妇人，可能伊是一个典型，伊无写伊的名叫什么名，伊叫汉娜，叫玛利亚。毋是特别一个人，伊是讲即款的妇人一定有存在，历史中拢有存在。然后呢，你看伊做遐尼大些代志，伊经营房地产，伊对外国进这个好的布料，也是羊毛，然后呢，佫卖好的价钱，所以伊是进口商，佫是生产商。经销商、代理商，伊嘛亲像一个 CEO， 一个好的经理人。所以凡说伊的文字伫这方面比伊的丈夫佫较强。但是伊无因为安尼来看轻伊的丈夫，佫颠倒互伊的丈夫安那坐伫城门口，甲遮尊贵的长老、官长做伙。伊尊迎伊的丈夫，伊家己嘛真有能力。所以你要去分享，要去怜悯别人的时阵，毋是讲咱来做好嘢才会当去怜悯，但是你如果相对来讲，你家己照顾好，厝内代志，家己的本分照顾好，你就有更较多的这个时间资源去照顾遐个弱势人。如果你拢家己厝过无好，家己也无能力，家己就饲袂饱，你要怎样去关心遐个流浪也是困苦的这个讲较弱势这儿童要安怎做？所以伊真厚，手拿这个纺线，骹打这个会当做衫，会当车衫，会当做真济的代志，佫会当去田的做工课。所以甲规个家庭料理了真好。料理了真好。好，佮第三就是讲，我是感觉上无简单的，就是这点。咱的女性有时就是话质量无好，该讲的时阵无出声哦，该讲的时阵伊无表达意见，结果背后也是私底下也是。话毋免讲到遐迄落的时阵，伊就无说你
情不自禁的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哦，这就是咱讲的这个三姑甲什么？哦，六婆。我唔知为什么唔是三叔甲六伯，是三姑甲六婆。意思就是讲，查某人伊有是咧做工课，伫整理一寡物件，还是洗衫时，因拢会自己做伙，然后就开始分享，分享若是好，对即个对方也是家己有造就的是好，若是讲人长底讲闲话，迄就是无智慧。所以圣经讲伊一开嘴就讲出智慧的话，伊讲他开口就发智慧，这是一个真大的恩赐呢。做一个传教者牧师，可能一个足好的标准就是讲，伊讲话就智慧，毋是只有讲道，是私底下什么代志，当讲无好势，出现这个纠纷冲突的时阵，伊会当一句话，互这个受气消息，互受气煞，然后呢，佫还开始有信用的反省。所以这个老母就真要紧啊！一个老母如果伫厝诶，拢是在讲发牢骚、埋怨、负面的，这个家庭就真可怕。所以无怪有一句话，无论信主无信人，拢同意讲：只要妈妈欢喜，只要妈妈开心，全家都开心。只要妈妈不开心，全家都低气压。即天的饭就会看到这个菜，煮的时阵就有火药味伫内底。所以你看这张图，你看是一个女生女性的半平平的面，对无？但是其实伊是啥物组成的？花三蕊花，两蕊已经开一蕊还未开，搁一只啥物动物？恁目睭拢足来的好点。所以一句话讲，花若芬芳怎样，蝴蝶就来自来；人若精彩，天自安排。所以你唔通埋怨讲是安那别人的家庭较幸福，是安那别人的婚姻较快乐，是安那别人拢富足住好，是安那安尼。有时咱来倒转来反省，是毋是因为咱厝内咱的妈妈做一个女主人，咱无甲这个家料理而好？上帝予咱的恩赐，咱无放伫该当的所在，所以这个口说恩言，对囡仔唔通一直骂，一直碎碎念。该管教的时阵爱有智慧，但是碎碎念是无智慧啦，因为碎碎念造成的结果，拢是无好的结果，反效果。囡仔就会甲耳孔关起来，囡仔就会嫌你啰嗦。囡仔的心嘛会足郁卒的，所以咱爱想爱换一个方式。咱会当心情无好，咱只想要发牢骚时，咱是毋是会当忍起来，想一个办法，找到情绪的出口，然后转一个念头，想讲我要怎样口说恩言，吐露芬芳，我要做一个讲好话造就人。建设话，开口就发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唔通开口就发愚昧，拢是讲足严苛、足恶毒的话。有时咱甚至甲家己的囡仔，包括我，有时讲了足严重的，讲我足气你，气甲无想要插你啊，无想要管你啊，甲你。意思就是讲你安那就安那，你更较严重讲你扣角啊，扣角啊，你无效啊，无出头啊，用这款的话来救助。最后一个咱来思考太济咱嘛记袂掉，咱就3个4个就好。咱料理厝内的代志，咱对外嘛有疼心，对囡仔有智慧，然后呢，最后是对丈夫会当尊严，佮敬畏上帝。因为咱看箴言，这个30节，
咱先看箴言，咱31章这最后的30节，咱来读一下好无？好，31章最后这2节，30跟31节，好，真好记。箴言有31章啊，31章最后又有31节，好，30节。来汉日本726面，好，咱做伙来读，好，预备来。好人才是虚假的，水也是空空，独独敬畏耶和华的富人人要得到恶乐。所以伊规个31章的这个富人人，伊其实圣经要强调的是伫遮啦，吼，就是讲为什么伊有遮尔好的温数，伊有遮尔幸福的家庭，就是伊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这也是对箴言，你看对第1章第7节就讲啊，规个箴言，你看到落尾，伊用这个富人人甲箴言做一个结论，做一个happy ending， 就是讲敬畏耶和华的人，就是知识的开端，知识的根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愚妄的人就藐视这个。第9章箴言对头到尾，伊不时就出现这句话。伊教咱待人处事的这个道理，但是伊的源头是讲，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代志？是因为你的心内有一个敬畏，有一个敬虔。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根本。人捌迄个成个便是聪明。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你越认识神，你就越聪明。你就不会离弃老爸老母的教示，不会离弃圣经的教示。所以箴言一再讲，我儿啊，把你当作所罗门甲读到的人，当作伊的囡仔讲，唔通袂记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的教示。这个就是对敬虔来出发。所以箴言对头开始就在讲敬畏上帝，就是智慧的根本。到中间嘛是讲敬畏上帝。到落尾结束的时阵，伊用这个富人人来讲，伊敬畏上帝，伊的确得到恶乐。可惜咱现在的真济主内也好，主外也好，兄弟在找这个姊妹的时阵，拢毋是有可能，毋是看到伊的内在，是看到伊的外表。所以这句话才特别讲，美容水拢是。外表是虚假，是空空。伊搁较水，像林志玲，像遐尼水，但是伊有一天嘛会变老。而且水无代表两个人会交这个连结，也是会当幸福。所以求主来帮助咱，对于这个最后这章，也当看见讲一个智慧的人生，就是敬畏上帝的人生。所以。伊这内容拢是甲敬畏上帝有关系、有关联。认真做工，尊重丈夫，然后丈夫敬重你的某，心内会想着这个妇人人，伊想着将来，伊就安那25节，伊想着将来的景况就欢喜笑。伊想着将来的景况。我的囝已经大学毕业，已经要互我要做阿嬷。伊想着将来，伊毋是在烦恼讲我退休金要安那，要烦恼东烦恼西，烦恼囝毋娶，嫌恼烦恼新妇毋生，毋是拢烦，伊就想着拢交托上帝就欢喜，面有笑容，鼓励他人，关心别人，劝告送乡的。讲实在，牧师娘可能嘛比我较有疼心。伊去到倒位看到有较需要，也是讲莫讲流浪汉啊，敢若是伊个街头艺人在表演，伊拢会摕50块，摕100块，互囡仔，互母恩啊母节讲去摕去互伊，伊伫遮本也是唱真辛苦，日头遐尼炎，而且流汗，咱听伊唱歌摕去互伊，拢是牧师娘在做即个代志。所以求主帮助咱，会当亲像即个有疼心的妇人人，劝告送乡，熬用金钱管理上帝，互咱一切的温数，
甲资源，吼，就安尼，咱31节最后讲吼，咱一生的果效会当归伫伊，吼，伊的工课伫城门口学乐伊，吼，会得到囝儿的敬重，也会当得到丈夫对心内的尊重，互咱的即个付出是真有价值，嘛会当看见即个家庭充满着上帝祝福。咱做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学了你，伫即个特别的日子，阮要特别孝念阮的母亲妈妈，对阮一生的付出。若无妈妈的怀孕，就无阮伫即个世间；若无妈妈伫对厝的照顾，阮就无法度平安来长成。求主你将迄个属天的疼、纯真的疼、天父上帝无限的疼，搁一摆赏赐加倍灌压伫阮在座每一个母亲的身躯顶，互阮付出无求回报，互阮会当得到囝儿应该有的友好。互阮伫即个世间徛起安然，享受福气。愿主你特别帮助每一个辛苦的母亲，因伫咧做厝内，也是家己的工课时，拢有对上帝来的智慧。互阮亲像即个在地的妇人人共款，互阮的一生充满着美好的果子。互阮尽阮的心来养育阮的囝儿的时阵，有带着属天的仁爱甲智慧，用好的言行、好的模样带领栽培每一个囝儿时岁，佮用上帝真道来栽培阮的细囝。愿主你祝福，互阮的母亲开喙就讲智慧的话，佮常常有仁慈的教示伫因的喙。互阮对伫母亲，阮有最最感谢，也用实际行动来友好因。愿安尼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那这咱过来吟回应的诗圣诗第433首，恳求上帝施恩赐福，请咱起立来吟。恳求上帝施恩赐福，可有一家安乐，一大喜事，因主基督。爱给撒天
兄弟，请咱游园徛地，咱等下要来吟奉献的诗，请罗伊即师来带咱做奉献的祈祷。来哩。咱来吟奉献的诗。愿高你升天，咸汤亲爱天父，我感谢你，你手赐每一个人伫地面上拢有一个妈妈，伊来养饲阮，也照圣经的教示来引带阮，来互阮行伫正的道路上，无跌到偏离出错。求主你也怜悯，伫这疫情愈来愈严重的时阵，互阮相信，你用完全的听，要来甲阮安慰，因阮知你一定使阮平安。我嘛相信你有会甲阮拯救甲医治，阮心灵拢会得到完全的平安甲享受。主，当阮奉献经文，要做你圣工路用，求你感纳。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兄弟，请坐。我来报告甲通知，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讲咱无要传奉献地，请咱兄弟会记得，咱离开拜堂的时阵，将咱的奉献来放伫外口遐有一个奉献栏吼，给大家通知甲报告。过报告的大声，咱先来读即个周报，咱即个排金句吼，伫周报的第3页。你着互你的父母欢喜，互生你的母快乐。箴言23章25节，咱来读2遍吼，请。你着互你的父母欢喜，互生你的母快乐。箴言23章25节，你着互你的父母欢喜，互生你的母快乐。箴言23章25节，我来通知吼，这是后礼拜的服侍的顺序表吼，若有服侍的同工，请咱注意。过来，教会公告吼，咱一直在讲这个疫情，其实毋是念着会安怎啦吼，就是讲因为配合政府的政策，教会无啥物立场讲。注疫苗甲无注疫苗，你家己会领受，因为无实际的科学的数据。当然，是永远咱兄弟会当来去注疫苗，保持家己的健康，挂喙暗，这是毋是讲念着啥，就是讲疫情的紧张，有诶会无方便。像讲是啊，咱等下讲，啥人个聚会伊要暂停，我听到的理由啊真简单。阮的会长，我的查某囝伊讲，如果确诊，月考成绩打8折，听有无？伊就用安尼尽量，毋是安怎啦，就是讲会造成无方便。总是咱政府的政策是愈来愈开放，就是人工就亲像。你若感冒，你若感觉无爽快，就伫厝呢。安尼听有啦毋是讲这就是政策的开放是安尼。你也想象，若愈来愈封闭，你外口买无物件，咱的厝里面食食，出去买无，爱家己煮，爱上班，要安怎？这就是
疫情的关系，所以安尼，毋是因为确诊就会安怎，这是甲大家报告。教会的态度嘛共款，兄弟恁礼拜离开煞，顶礼拜是阿家规个拢消毒过，安尼就好。哦，这等下保持开放，心情放互轻松。第5点，疫情的关系，请咱伫办公室，因为办公室足下吼，若无必要，你就去代志交代者，你就来吼。这啊保护安琪，吼安琪伫这教会料理的事务当中，嘛无人通甲摕，吼，伊若甲你讲伊爱睡觉7天的时阵，恁就知影，吼，哎，吼，这就是保护安琪，保护咱家己，这是教会的立场。然后第9点，你若有居家隔离无方便，需要协助的时阵，请你免客气，靠咱关怀部的同工，吼，不要紧，来，等下我来报告教会消息，等下母亲节，教会有赠送贺礼吼，等下咱送到每一个妈妈的中间，啊，恭喜这个大家的姊妹吼，嘛是原来长老阿姨，这个得到这个模范母亲啦吼，愿主祝福。啊，咱本头等下有一个体验的活动，啊，因为疫情，咱嘛暂停尔啦吼，暂停尔，吼，安尼，啊，无像我疫情遮紧张，大家拢惊甲呢吼，这嘛无必要。后来主日学啊，咱先暂停，因为主日学的学生大部分拢还未开始煮这个夜庙，吼，啊，咱保护因，吼，啊，望伫父母也有好的教导。伫主日的工课、主日学工课顶面，过来后礼拜咱要召开定期的中执会，请咱中执来。过来5月21，咱本头要去大甲妈明埔的东港教会东港的灵修会，咱这拢写疫情吼，啊是还是讲因为咱会伫外口食食，啊食食就会较麻烦啦吼。即摆你若讲确诊伫工作上还是啥吼？就爱休困，啊，等啊渐渐开放，平日无定6月、7月都你家己休困就好啊，吼，就无影响。这是甲大家报告，所以讲要改伫教会来举办。所以讲你原早若想讲交通无方便，无法度去的，即摆会当伫教会咱5月2拜6，有缘9点半到5点有同工的灵修会报告，互咱清楚。过来第7点。咱的清产团契伫即个7月15，就是拜5、拜6礼拜，因要伫迄个新社天岭的一个营地要举办，迄个秀热的生活营，即个所在我有带咱的会长吼，去甲看过吼，真水，伊的愿望啦吼，邀请咱遮的，尤其坐伫3楼，我看到即个都因讲号做老少气啦。吼，邀请恁拜6礼拜嘛，来去甲因同齐露营吼，这是这愿望讲有人报名吼，较有法度办得成。咱小等下嘛要举行这个5月份的庆生，吼，咱等下一并来举办。过来团契的消息吼，咱头拄讲的吼，生产团契今仔日的聚会吼，暂停一届拄啊，读经嘛是线顶有聚会，兄弟团契每礼拜6拢有即个读圣经啦，嘛无讲叫做查经，读圣经你来读，你就读一遍、读2遍，你就读到安尼，真会当帮助你灵修的生活吼。欢迎大家来参加。妇女团契伫后礼拜日有聚会吼，是主要是牧师妈来引带。哦，社青团契伫后礼拜日有缘有聚会吼，邀请咱社青的朋友会当来参加。过来大岛的事项，等下牧师嘛会带特别甲迄个在有高中要，即摆拢讲做断考啦吼，是咱有因大岛吼，这因为疫情定定有个人会停课，阮阿家即摆上烦恼就是叫做停课。伊若无去考试，伊讲本来数学就不会，就是不会了，即马若去打8折，更加不会啦。
安尼知哦吼，更加不会吼。啊，毋望为着伊家含爱来祈祷，啊，为着国中遮个学生，啊，因为即马有个人父母咧烦恼讲，要注意啊，要注意苗，求主帮助咱的家长，咱的兄弟姊妹有对天来的智慧，安尼听有无？有对天来的智慧。吼，过来为着这第3点就5月21甲22，这叫做会考，这就咱较早讲互做联考，为着这2个细囝来祈祷吼，咱就无是牵赖鹏鑫吼，这比喻是彭仪啦吼，彭仪因要考高中，新月吼，为着这2个咱教会主题替因来祈祷，吼安尼为着乌克兰的战争会当。因平煞吼来祈祷，过来第3点，为着咱台湾的疫情吼，有真好的公开的资讯，求主帮助咱有智慧啦，吼有教会解讲这疫苗第3剂毋好注啦吼，这其实我讲无人知啦，吼无人知。当时求主保守咱有智慧啦，为着遮个看病的兄弟来祈祷顶礼拜咱教会兄弟的关心，为族有志于人，有妈妈的为族也有感受到，咱兄弟的关心真正有感受到。我记一个咧，顶礼拜阮去参加，即个要出殡的时阵。牧师甲我，牧师就带伫头前，然后棺木出来的时阵，咱的兄弟拢棺木要送吴妈妈最后一程。所有去参加的连长甲里长，拢安尼。我毋知安尼是啥物意思啊？是啥？这就是无信上帝的原因。惊讲迄会甲煞着啦，唯一活人会讲害，死人袂讲害。当然，这是咱体谅因的心情啦，无信主的心情。感谢咱兄弟对对吴妈妈的家庭的关心啦，这是一个证据啦，无定伊才会囝儿孙看到教会兄弟的关心，证一个福音的证据伫遮。以上报告啊，牧师。咱来为着母亲每一位受。敬重伟大母亲，咱请妈妈徛起来，咱用一条这个歌曲，咱等下要来祝福。咱未本的大声，咱先请妈妈徛起来，唔通歹势，拢徛起来，在座所有咱做老母的徛起来，牧师要为恁来祝福，用一个祈祷来为着妈妈祝福，然后要来敬送教会的这个礼券，加这个祝福的这个红包，好，咱做伙同心来祈祷。至圣天父上帝，阮即时恳求你，用这个属天的福分赏赐予在座每一位母亲。愿主看顾赏赐恁勇健的身体，无受到任何病毒、病痛的攻击。也求主赐福恁有美好的灵性，引带恁听主耶稣更较亲，互恁的囝儿伫主内拢有友好的心、尊敬的心，常常陪伴恁、探访、照顾恁。也愿主互恁的丈夫有温柔体贴的心，彼此相亲爱，彼此相扶持，诚做。诚做恁的支持，带导成全的，互恁诚做一个幸福、欢喜笑、喜乐、结果子最多母亲。因为主点伫恁中，互恁的家庭诚做爱电乐园，也因为恁彼此相听好睦，互恁的家庭诚做地上的天国。愿咱的祈祷、宣告、祝福，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好，咱来敬送这个礼金，这个礼券红包，咱老师，
今仔日若无来实体礼拜，妈妈你也免烦恼哦，咱的小组长也会甲恁留咧，伫方便的时阵送互你，请咱的妈妈注意毋免迄落讲我今仔无来礼拜，规年冬天拢有来，敢若今仔无来都无摕到这个礼券互咱的妈妈真辛苦多谢恁。
愿每一位母亲拢得到这个祝福，身体勇健，心灵喜乐。咱这时举行5月份的寿星，我来读名单吼，咱也请徛起来，互咱关怀组来敬上这个面线吼。素珠姐美金姐、陈金姐、秀文长老过来木生惠美、秀英结书、彭宇、英惠、秀珍、港川。新月、国安、怡珍姐、天佑、立清、品荣，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玉器一乐，生日快乐，祝你永远快乐。搁一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感谢主，我看到有人摕到母亲节的嘛，搁过生日真好，摕双份若是无摕到，今日无来礼拜，我知影有的人是预防性隔离、自主管理，不要紧你找时间来办公室，也是甲小组长来领取。好，咱来看大岛的消息，拄则各地方拢讲过我就无搁赘述，咱就做伙兄弟姊妹徛起来。来为着乌克兰，为着台湾的疫情，为着咱的主题要考试的，也是面对着这个暂时有这个3+4的隔离的，拢求主一一来看顾，咱就会同心来祈祷。主，我感谢你，你眷顾台湾，虽然伫即届疫情，阮已经延迟真久。伫各国最混乱的时，咱有机会做好准备。也即马有实名制的快筛，主求你帮咱遮的药品拢有医疗的效果，快筛也迄个提升伊的准确度。求主你，互阮有防疫的观念，特别有一寡青少年因检测无真注重家己的身体。也无考虑到别人的需要，有时伫世界伫外口拍拍走，并无通报。主啊，求你减少这个体数，帮助阮该当乖伫厝就乖伫厝，该当出外做工课，阮也做好阮应该做的，常常洗手消毒，闭好嘴暗，保护家己，保护别人。主啊，帮助阮。主啊，阮对伫这个细囝要注疫苗，也是无，阮有时毋知影，心头抓袂定，恳求主你赏赐阮智慧，互阮自个心平安，互阮无自个也知影阮的原因。求主你帮助阮，互阮注射拢无有一寡副作用，保守阮的细囝身体得到平安，保护阮也保费来遮查。互阮无受到这个病毒疫情的攻击，也无受到这个疫苗的这个副作用不良的反应。求主你特别看顾有志育云、有妈妈伊的囝儿孙，甚至囡仔孙有捌出去教会的，借着即届个别色，因的心会当过一届柔软，被主来挽回，互因的心灵得到喜乐，人生得到新的愿望。求主也帮助林淑慧老师、比银姐、秀春姐、苏珍姐，因伫这段期间身体无真好势，也需要去检查走病院来看报告。求主你拢甲因三甲地地，主啊，你的圣神大大来保护看顾，互阮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出入拢有主你赏赐大大的平安。主，愿将阮的祈祷，阮的兄弟姊妹都行教会，每一个细囝拢交托，仰望伫主耶稣你的圣手，愿咱的同心祈祷，奉救主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咱彼此来行平安礼，咱唱这条歌，我用主的听来听你。
阻挡，咱保持距离，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美，有主的应验，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好，感谢主，咱来吟上迎。咱要吟上迎的，请坐。来，我来多谢咱百里甲两个老师吼，伫拄仔因咧走啊中间，我听到真感动。啊，伫搭少年老母，咱拍手甲因多谢吼，两个庄迪群老师。好啊，咱嘛看到红人的妈妈来伫咱病好啊，蹛咧中间，红人也真注意你的成绩了吼。好，咱要来吟上迎的诗。正是510首，鹅肉天顶主宰，请咱起立来吟。鹅肉天顶主宰，红肉天顶高海，哦，妈咪，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用光遍照恁，也用慈悲款待恁。愿主耶和华常常看顾恁，特别恁中间做母亲的，赏赐恁心灵的平安甲安乐，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别倒，咱电乐大，咱才离席。咱礼拜到这。